來看雲林這拿來鄉公所27開始呢，到各社區普發這3600個生活慰助金。不過鄉民發現講，領慰助金的現場呢，確實有人在咧分這鄉長競選連任的分選品，有人認為講安尼生做行政無中立。即馬這地檢署也要調查咯。民眾排隊買領生活慰助金，一個人一人領3600。拿來鄉長也會甲每一個領到錢的民眾做陣翕相，現場工作人員分水鹽給民眾，不過水鹽的包裝袋頂頭有鄉長劉志源的競選廣告。沒有在裡面發，確實是沒有在裡面發，就是還是都在外面，大家都在外面啊。對，都在外面。雖然分選的時陣，規個過程攏予人翕來，不過鄉長也是否認。雲林縣拿來鄉公所自7月27開始分做3階段發生活慰助金，而到佇咧林中國小的教室內面分，領生活慰助金攏會摕到文宣品，有人認為行政無中立。不可以的，這樣選舉以選舉來講，這行政不中啊。在法令的權限以外的地方，我覺得可以接受。畢竟有一些人他是希望大家能夠多認識他們。雖然現場也有其他參選人也佇咧分競選廣告，不過有人是佇校門外口分，有人佇教室外口分，敢若鄉長佇咧教室內面分，雲林地檢署會調查是不是違法。利用發放生活慰助金之機會，已有不明人士在場發送某鄉長競選文宣，已有違反選舉罷免法案件。本署獲悉後，林秀明檢察長極為重視，立即指示由雲林縣調站盡速收集相關證據，以釐清是否有違法之虞。劉志源解釋，可能是當人腳受傷，行路無方便，甲文宣品暫時放佇咧教室內底，入去提出來時陣，互民眾誤會。伊講規個分的過程攏有錄影，希望大家莫想傷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